顾总，刚才陈宇老师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愿意再给工作室一次机会，重新给他设计一套方案。不过前提条件是，之前的那面墙还是要保留。那不跟之前一样吗？对啊，而且之前提过那么多次方案，能有什么区别啊？区别就是，他这次点名让江小年给他设计。我？为什么？他说只有痛过的人才懂得如何治愈。顾总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您自己也说了，他连设计师助理的资格都没有，他不可能完成的。江小年啊，祸是你自己闯的，机会是你自己争取来的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能不能完成啊？能不能？我会尽力的。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以后都可以随时请教其他的设计师。老板，但是我没让你完成项目，只是让你出设计的创意。我试试。好，干活。是。虽然是创意图，也尽量要严谨。有问题问我。好的。小娘，程东说的对，争口气，也许就歪打正着就设计出来了呢。谢谢大家，我会尽力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好了，看来你不是那么倒霉的人，好好加油吧。小娘，下班了。睡着了？这不会就是你所谓的尽力吧？我卡住了。你看起来确实像卡住了。老板，我能请教一下你吗？